在《咸鱼经·微妙比丘尼品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释迦牟尼佛时代，许多贵族种姓妇女出家后，深感自身的贪淫、嗔怒、愚痴种种习气都还没有消除，他们便结伴向一位已证得阿罗汉果的微妙比丘尼去请教。人的淫欲就好像大火烧着山林一样，蔓延得很快，其伤害更是既深且广。人如果耽溺在淫欲里，随着岁月的滋长，男女之间的情欲深重，难以割舍。到了临命终时，以致堕入三恶趣，无有出期。那些贪恋家庭的人，因为贪着夫妻交合的感受，以及夫妻间恩恩爱爱，一起来经营家业，共享荣华富贵，追求世间至乐，而耗掉了宝贵的青春岁月。面对生离死别，恋恋不舍，抱头痛哭，肝肠寸断，痛彻心扉。你们看看，这种深不可拔对于家庭的爱恋，皆由妄心作意的缠绕束缚所致。这种痴情意迷，实在是比关在牢狱里还要痛苦，更无法解脱呀。我过去生长在一个婆罗门家，成年后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又聪明多才的青年，并且有了一个孩子。后来公婆相继去世，到我怀第二胎时，我跟丈夫讲，我现在有孕在身，产期快到了，这里又没有婆婆料理，我得回娘家去，这样比较安全些。半路上我就生下了孩子。孩子出生污秽满地，血腥味招来毒蛇，咬死了丈夫。我只好强忍悲痛，身背大儿子，怀抱婴儿向前行。走着走着，一条大河横在旷无人烟的半道上，河水猛涨，挡住去路。我放大儿子在河边，抱小儿过河。当放下小儿回来背大儿时，大儿子他自己跳下水来迎接妈妈。这时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大儿子被河水冲走，淹死。